睇 LCCF TV。矮、穩定、有力同埋捉地力強，啱啱就係冇咁乜嘢。但係呢個就係挑戰所在，因為理論上最叻嘅司機咩都可以駕馭到，就算係呢啲咁嘅車。所以我哋有3個測試，佢揾出邊個先係最嚟揸巴士嘅人。全部人上車，第一個測試開始啦。好啊，1英里直線賽，第一個衝過終點旗嗰個就贏。理論上呢兩架巴士係一模一樣嘅，兩架都有180匹馬力，重10架，大約係你屋企房車嘅8倍重。入啲波，放手掣，準備揸巴士。你準備好未？係啊，報，等支旗落先。開波啦！Go！ 我反應快過 tip， 所以我開始拋甩佢。我點解起步咁差？冇可能啦！呢啲30年歷史嘅 MCW Metro 巴士0至60英里要，其實佢哋活唔到60歲，佢哋嘅數量僅限於45度。突然，我發現有咩嘢造成咗阻力，爆撥讓門開，咁樣好多啦。哦，我唔中意咁噶，加油姑娘，唔切。嘿，嚟啦，小伙子！哦，我哋追趕上嚟啦，一小點，競爭激烈，但係最終都係取得咗明顯嘅勝利。第二項測試咧，係對精準駕駛同高速過彎能力嘅測試啊。不過對於巴士嚟講，都算唔錯啦。我哋設置咗城市賽道，有彎位、迴旋處、巴士站、真乘客接載。之後我哋要趕返終點站，計時器會決定邊個贏。你揸實未啊？我呢度有個扶手，嗰邊又有個扶手，而且我負責計時。咁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3、2、1，去揾啲乘客啦。就係咁啦。你感受到個 G 力未？你感覺到我成個人都俾壓住嗰張凳度。T 好大膽，完全唔理安全，放膽去衝。入彎時速35。好 ，Zenda 開始發出嗡嗡聲啦。要記住，雙層巴士本身好易搖晃，加上測試嘅彎又急。等等，而家左邊高鐵嗰種獨特嘅熱情，等我有啲擔心。而家羅伊迂迴幾遠啦？我哋不能留去，我要公交車站接人啊！好 hit 係購物袋，我唔識購物袋啊！咖喱可能會流到公交車地板上啊！對。所以好嘅，咁我哋等我做完再講。你必須喺公交車站停車。哦，我嘅天邊，咁總共花咗幾長時間呢？1分鐘31分啊！聽起嚟幾好啊！改下你嘅姓名同電話號碼，即可加入。車輪旋轉同埋輪胎尖叫睇嚟好震撼。但係我認為更平穩嘅進攻策略會更快，係嘛？嚟啦，我準備好啦，3、2、1，嚟啦，美女！呢度面暗藏住一啲力量，快啲！哇，加油，戰士！嘿，佢好似識啲，唔係咩？哇！冇話俾我知，崩潰點樣解決？繞住跑咗2圈到㗎，我要上樓去睇個更好嘅風景。好啦，快啲啊！我哋都去接一位乘客。我上唔去樓上。抱歉，你捱夜啦。你絕不能以貌取人。我咁肯定佢太彪啦，嗰扇門根本就打唔開。確實係咁，準備好嗰架鐵，我要狠狠地砸佢一把。門開咗，停止計時，我無法阻止時間流逝，唔俾我，你趁門未停穩就將佢打開啊！唔係同時發生噶，啊，快啲，1分鐘，20.53，1分鐘，21秒，
足足快咗幾多秒 ？Teddy，咁即係一人贏一場，等緊再野決勝負啦。我哋已經證明過，直路加速賽我係絕對嘅王者，而且我行全程都係最快嗰個。評表1分21秒53，但係邊個先係最咁掌握最重要巴士駕駛技巧嗰個？到第3個測試啦，漂移180匹馬力加後嘅，聽落就好似係漂移咁完美配搭，但係我哋唔能夠冒任何風險，我哋正在整個方向判戰，等佢中滑，我哋互相打分。滿分10分，決心先嚟啦！你永遠唔會咁做，係嘛？你唔可能讓一架公交車漂移。公平咁話，我從來冇嘗試過駕駛巴士漂移，呢肯定有可能係嘛？同你喺一齊唔會可能做到，因為哦，好嘅，正確嘅，仔堅持住。我該閂門咩？趕緊去做啊！哇！嚟啦，美人，我係。目前咧仲未有睇到漂移嘅，我想睇下側窗外，佢不起作用。理論上，雙層巴士傾斜至45度，因大部分重量聚於下層甲板。哦，我前都去咗一趟，我感覺身體微微抽搐咗一下，但係如果過度依賴，一切都可能喺我哋耳邊轟然崩塌。落住啦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有動作戲，有動作戲。耶！嗰次係漂移。你目前只得咗1/10嘅分數，乜嘢？你係話1/10？我想佢咩都冇做啦。唔會嘅，佢嚟咗，開始咗。於是熱心勉強完成咗一次別腳嘅滑胎。係時候俾啲衰仔見識咩叫真本事啦！牽引力控制系統喺邊？大夫，你唔使擔心。斯坦尼，準備上一堂漂移課啦！大夫，我唔確定你係咪需要咁快嘅速度。你需要速度，我哋你哋有信心。你要做咗就係衝入水道，然後拉手掣。嚟 ，Tiff 一佢都唔驚，仲用咗更加極端嘅方法，想令架巴士做出表現。試下漂移呢架啦，但係時間都仲未夠，仍然認真呢？咁啦，斯堪嘅立維亞撚尾，冷靜咗啦！我想落車，我行錯方向啦，然之後咧就走咗路啊！佢竟然就明白啦，監從地都摘落嚟，請好停車。哇，太正啦，真係太正啦！係嘅，冇錯。話唔係緊急情況。出口呢度有種奇怪嘅聲音，我啲乘客落車啦。佢絕對係個瘋子。蒂夫直線速度最快，漂移亦都略勝一啲，呢個使佢成為我哋呢場雙層飛機空戰中無可爭議嘅贏家。我贏咗，你做啊？但係我再都唔會搭巴士啦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